2026馬年朝猴運程，天狗吊客雙煞到。大家好，我係開運研究院。開運師姐屬猴人士今年多災多阻，因為天狗星會惹血光，吊客星主喪事，盡量少去醫院、喪禮、探病。如果需要去呢一啲地方，佩戴開光玉皮優護身。流年財運弱，容易破財，投資一定要小心，唔好借錢俾朋友。至於偏財，完全唔掂。事業多勞少得，但8座吉星撐你進修學習新技能，好快上手，為2027流年翻新鋪路。感情方面，單身難求，桃花有伴侶記得多約會，夫妻多溝通，否則變成同屋主冇感情。健康重點，防跌撞、頭部受傷、失眠、腸胃差，輕微肚瀉，可以食藿香正氣丸。開運方法，帶或者把紅繩、六帝錢放喺銀包度，西方放銅葫蘆淨化煞氣。運慶提示，今年以守自決為主，唔好冒險，唔好強求，沉着應變就會贏。